台语课唔那台湾有伫法国嘅大学要开台语课哦，是咱台湾嘅老师刘典甲开嘅，伊用台语卡拉 OK 比赛、食台湾地补地鱼等等方式，带法国学生学台语、体验台湾文化。老师学生也成立 YouTube 频道创作影片，上课方式真活泼。这门课对2020年开课到今，但年拢真受欢迎。想袂到有外国人唱桥仔两个龙榴莲唱甲遮尔煞拍，这是法国东方语言甲文化学院因的台语课。这门课是咱台湾老师刘典甲开的，伊互法国学生唱台语歌、学台语，嘛成立 YouTube 频道，互学生去找当地法国的台湾人学台语和台湾文化。这门课自2020年变做正式的选修课9档，已经4档了。茶分红贝瓜，在台湾。吃饭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文化的部分哦，其实因对台湾的食啦，咱的歌手啦、电影甲咱台湾常常咧讲咱影片啦，其实因拢真有兴趣。其实这嘛是一个文化真有实力的一部分，台湾文化的一部分。所以其实因是渐渐知影讲台湾是啥，台湾伫倒位。刘典甲是闽东人，自细汉就讲台语，伊用台语含日常的文化体验，甲咱丰富的内涵分享给法国人知，嘛帮助侪想要来台湾佚佗、食头路的法国学生了解台湾。下期这门台语课，卖和台师大文系合作，和台湾的学生来教法国的学生学台语，互相交流。有一寡学生伊是有想要做台语老师，所以伊希望伫教学的，我希望因伫即个部分呢，会当有较侪教学的经验。过来就是讲，有一点就是要互学生，会当互参加的人，会当若是知影，会当，而且会当亲身去体会着讲，其实台湾就是对外国人来讲，吼，台语是一个对台湾足有代表性的物件。吼透过即个过程，伊嘛会当了解讲。对外国来看台湾，吼。系主任柯惠如表示，因为咱和法国时差7点钟，下期拍算用线顶的方式进行，伊将肯定刘典甲老师的教学方式，和法国学生通用文化体验的情景来学台语，嘛唔帮台湾的学生除了累积宝贵的教学经验，更较重要的是会当了解无同款的国际观点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